你好，快手官方的相关领导，我叫康仁清。你用这开来公司机，我这能把接触的忙，我忙了康仁清噻。我们很多藏族人认为，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典型的民族歧视现象。我做中央没人不满意，上次了，北京将这产业公司机不没人了，通就是一般农村多。人家就赞成短期1万农，点不是一般呢。中华妈妈经常讲科技没人卡错嘛，咱也一般。讲科技中央没人卡个，前头就开网动，开平安上，没人卡跟咱也不懂，听着了，绕季节，你这把送军动，偏着东家，没人刚下了哦，通军动，年呢谁没瞧把动，没人把钱听着了，多些动啊动，没人卡着啥就了，嘎当谁给送一人。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和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行为。没人让通就西把那公식些呢，没人进军空洞，老举耶稣刚去上门扎瓦洞，没人偏上把顺不动，村进没人进咱们南北了，南军东啊解决南次了事了。第点，俺在中央没人不人一3次了，却从江城产业公司想事情成果了就这玩意。民族歧视是什么？是指其与民族来源、历史、风俗、习惯等不同，民族间的互相排斥、限制、损害民族平等地位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你们公司存在以上涉嫌违法行为。因为我们少数民族藏族在你们快手平台上发布正常合法的生活交流作品，或在开直播时，都必须要说感谢快手官方，感谢快手平台，而且要频繁的说，要不然作品就不通过或者被删除。俺从中央没人不人机，就从杨这来都是成路了团比错误提及弄比，你国际东用那贴东西都是你把的杨这来红了，各种钱是要洗绝个吧。但是马在这用起来的把给年通的各么巧吧，用了年通的手响多。而且我们的作品里，如果说几句藏语，或者是写几个藏文字，那么这个作品审核不通过。如果通过了，要么限流，要么被你们快手官方再次删除。删除时我们提交申诉，每次都是申诉不通过，申诉失败。你们不但删了我们的作品，还给我们扣个帽子，说违规作品违反市局规定。马次俺做不没耶，就把年通弄的不给人学习动，用那不一个人这都年通的根本就把动，可是个桥呢，一直通呢，嘎当谁把动，用那却从用车产业公司年通的脑小机，却从来看了，人一家的人一了中团没吧。却从人家个年头的的脑小啊马子，俺错了项目那不就干呢？你得整个人东西。你们的规定就是我们少数民族藏族不能说自己的母语，和不能写我们少数民族的藏文字，对吧？却最近点不谁不这样呢？俺从中央没人不人机怕给买白绝动木桥把的人当。我们很多牧区人不懂汉语，不认识汉文，但他们想通过快手平台发布一些藏区的风景习俗，想宣传自己的家乡，想让外界的人过来旅游，想发展经济，同时也想在平台上出述一些藏区本土的特产。但是快手平台阻止上传我们发布的带藏文或者藏语的视频作品，间接阻止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俺从这么忙不些给家给到家一新开用，俺将这么大给看从江这句。不是啥个节，只就动，干做，让你就怕有这个谁的，所以没那么一个的样呢，帮助人偏见动的谁节约，这种切节，你将这套不是啥个节，切的投在看就从的原本，俺将这马兰的，俺就让你就不一动不给，这玩意不认同，更没叫把经济，俺就帮助偏见多没叫把干过谁送。我们藏族人拍摄一个视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但只要出现藏语、藏文，大部分都是无法上传或者是频繁的删除。但是其他国外语言的视频和国内其他民族的某些人发布的暴露、低俗或者直播是骂人、打架视频或直播，你们都可以允许上传，
而且不限流，这合理吗？俺从年头后把价格在对这人不干来价格不动，才有下情全部绝贵不绝。年头得到呢，激动前头几年那么些盐巴，而就不能去给了动，不能去给一规律，却从将车来看给搞得么根本就把我用的差不多，就谁家去帮，农家没得盐大给，没开业绩，现在死了俺把动，没得他下盐巴，用的太动这个，没了一批动啊动，动力家把节省呢。接触搞得没吧，马上有个吃不到谁吃吧，你的龙团也能，这不是明显的歧视少数民族藏族吗？对此，很多藏族人很气愤又无奈，只能每次发视频时配上文案，感谢快手官方，感谢快手平台。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要求必须要说的口号。我想问一下北京快手官方公司，你们作为中国的企业，挣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钱，我们每次直播的收益，快手平台分走50%，而且还歧视着我们广大藏族人民。对我们很多合理合法的作品不让上传，还扣个帽子，为什么没有对各民族进行平等对待？一直在搞民族歧视。你的那中牛没得了，通穷谁不饿死的没呢？不能忙不些空着狼性三把胖精，接着多米等节约，头的年头规定将这来红了，各种些是吧？感谢快手平台先报个吧。你的那全村你把的一个不自己原面你下过嘛送。全村呢，中国开来公司些延边，价钱忙错去哪呢？我热特些呢，俺去台东山头人用不弄，价钱俺去全村用这来空给听着啊。这次的大东中牛没得不肉了，我那东没肉了，通穷谁过的戒烟呢？快手平台上充斥大量的着装暴露、言语低俗、负能量的视频，还有一些虐杀动物的暴虐视频，你们平台都可以审核通过。为什么对我们很多藏族人民发个交流的生活普通的视频，或者很多宣传正能量的做好事的善举视频都不可通过？你们作为平台，你们倡导的是什么？是低俗，是以丑为美，还是负能量？希望你们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并尽快给我们解决。用这马拉托捐钱捐去，没意义的他把东，没人就给下他下解决年了，大东手掐毒水动年了。说忙不行，很远。你老早办都说，去做养殖，有求吧？因为俺做中牛没得不是鸡，这了蛮高啊！俺做错几十年了都，用那中牛知不知谁吧？东啥话总不知不就？过去啥就总不年了没得，有没求吧？养殖产业公司去做大别动，有这些件呢这些人了，没得他些人动，做不能自己把了自己动，啥就俺把了总不自己动，去做当的大动南部经济呢，你儿的他就这了。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